次同大家推介金秋南疆大環線深度遊13日行程，全程唔使自己做攻略，跟住我哋玩就得啦。秋天嘅新疆係一年之中最靚嘅時候，金黃湖洋、湛藍湖水，呢啲景色香港少見，錯過又要等一年啦。我哋由旺角集合出發，搭直通巴士去深圳機場，直飛烏魯木齊，輕鬆開啟旅程。一到新疆，我哋就會穿過全亞洲最長嘅天山隧道，去到博斯騰湖。秋天嘅蘆葦當成一片金黃色，風吹起成個湖面閃金光，影相特別靚。晚上住喺庫爾勒，仲可以慢慢散步睇孔雀河夜景，感受南疆嘅晚風。之後我哋會去睇新疆最出名嘅胡楊林。呢啲胡楊生而千年不死，死而千年不倒，朵而千年不朽。秋天全部變成金燦燦，好似入咗童話世界。接着我哋會穿越塔克拉瑪干沙漠公路，去到和田，一路睇住茫茫大漠，感受死亡之海嘅壯闊。晚黑去和田夜市，試下地道烤包子、手抓飯，仲會帶大家去當地人家做客，感受下維吾爾族朋友嘅熱情。之後我哋會去香妃園睇表演、聽古仔，了解香妃同乾隆嘅故事，好多靚景打卡，啱晒大家影相留念。跟住我哋會上帕米爾高原，睇雪山下嘅白沙湖，一半白一半藍，好似仙境一樣。再挑戰網紅盤龍古道，成條路彎彎曲曲，望落去好似一條巨龍，影出嚟嘅相超震撼。落咗高原，我哋會去喀什古城，呢度有幾百年歷史，老街老巷像迷宮一樣，仲有百年老茶館，大家可以坐低飲杯茶，睇下當地人跳舞，感受下古城嘅慢生活。之後我哋會去溫宿湯木爾大峽谷同羅布人村寨，睇下丹霞地貌、沙漠同湖泊連埋一齊嘅奇景，大自然嘅鬼斧神工，睇到你會大開眼界。旅程尾聲，我哋會返到烏魯木齊，去新疆博物館睇下文物，新疆國際大巴扎，買手信，試地道美食，感受新疆嘅熱鬧煙火氣。最後搭機返深圳，再坐直通巴士返旺角，全程純玩，無自費，無購物，安排專業工作人員隨團照顧，讓各位貴賓團友盡情暢玩，盡享一段舒心嘅旅程。